滑板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滑板，即马少年人拢知影的嘛，哎呀，拢足侪人来，算。咱看这，哇，看这这房啊，是，吼，下骹有啥？连啊，是，我就较简单，我就叫做连帮，哦，挂链哪会帮？无唔对，连帮，这好这好。好来，啊我这边你看，伊的动作是啥物？背，不无啦，伊是爱先安尼，唔才好得出背。嘿，所以叫做厨帮。厨房，嘿，滑这里吼，伊的台语就是出。伊甲我讲，你用为家里一直出到遐去，就是用的迄个帮啊，帮嘿，所以叫做出帮。厨房，好啊，那咱这边的，婷啊，其实阮嘛犹豫很久呢，因为迄伦娜有迄伦娜，连啊，迄伦娜，迄帮啊有迄伦娜，啊，安尼出嘛是对，啊，毋过尾啊，阮讨论了，阮就选迄联邦。连联邦嘿帮是53.9%，联邦是46.1%。啊，这个厨房内底有包括这个煮的动作，所以一般的人是经这个较济。